台湾人对世间万物拢是真尊敬。比如青啊有青王公，门有门神，灶有灶神，名称嘛有称母呢。啊，这神明桌顶吼，咧放油灯的迄个座，咱号做灯教。这灯教平时啊，大无注意，想袂到，都因为这小小的无注意，致使台湾岛要来沉入海底。这啥款的云端咧？请听咱正讲台湾新年故事，灯教点岛。万道众神有人敬，分台湾人民望温情。颂歌玉帝。这灯教拍拼咧顾油灯，煞无人咧甲拜，心内想到是起万道，伊就调工去天庭，甲玉皇大帝斗讲台湾人忘恩背义，不敬神明甲公妈。玉帝听了真生气，伊就下令甲台湾岛摇摇的归去，互沉落海底啦。台湾人听到消息，想讲这声害咯，赶紧甲囝儿侍世叫回来，大家做伙食一顿青草的，这叫做围炉。钱就算有剩嘛无效啊，用红包袋地地，分互囝儿侍世，交代因跪的，还是放伫枕头骹，伫咧阴间的路上，才有所费通用，这叫做红包。最后一暝，目睭都爱变好金，规暝袂当困去，才会当看到亲人最后一面。隔天早时啊，这倒无电咧，日头犹原有出来，这是为虾米呢？原来是有众神替台湾人求情啊！观世音菩萨，众生人求情，太平金翅甲代志来说分明。玉帝收的是点啊道理，铁发这个顶高是无念个下心气。
心情定，这是也是他对啊问定。这我是开讲心坚定，感谢天道啊，为阮平安来过油田，为阮来过油